易经呢，研究易经，乾卦乾字的意义20多种。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国号就是参考易经乾卦呢的那个意义而来的，像元朝啦、明朝啦、清朝，清就是净啦，干净的净，然后中华民国的中啦，还有金啦，女真人建立的金，北宋连金灭辽，契丹人的辽，然后亡于女真人的金，南宋连蒙古灭了金，然后亡于蒙古人，蒙古人建立的是元朝，朱元璋灭了元朝，然后建立的是明朝，满洲人灭了明朝，建立的是清朝。国父推翻吧，满清末年的腐败的政府，建立了中华民